办理行李托运，请到值机柜台办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今天是礼拜那可用生能吃扫嘎给我头汉语简单说，你且看的可以木库马尔哈宾的个南伯人北京，托马苏卡隆木杨祖瓦里木发拉达拉西木那要。请问在哪里办理行李托运？请到值机柜台办理。请问在哪里办理行李托运？我能jumlah他的努fin懂安啦，阿姨那呢在欧那卡亚那。请问，懂安啦，因那的坦白呀，我都请问哪里？安那努fin因那办理，我都古到哪儿的玩呀不？可玩呀爱去办理行李。卡呀去能行李托运，我都米嘎卡呀都米几个拉日啥托运？请问在哪里办理行李托运？亚因达木卡杰我都接近啥嘛？一当木伊文能参巴呀在努那，我都阿姨那呢在欧那卡呀那，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我能jumlah他那努fin懂安啦。KJ kantarer kulada harkoking shigajirkin sama， 请懂安啦。到我头接完你屋里到直机我头失联harkoki domin shigajirkin sama， 柜台看塔柜台，请到直机柜台办理。懂安啦 KJ kantarer我都苦拉的哈尔科金是个接近啥嘛？托马苏卡隆木的哈卡姆卡考尔上十里木那有那可用生能吃扫嘎给咖啡木沙拉嘛？要是把里木美他吉木罗林的木卡可呀木可要。请问到哪里办理行李托运？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格尔上十里可能看得起切瓦西木哈杜十里那个吧？再见。